下嘅舞台戲演出就蠻有成功效果，也個看大家中意乜嘅來做。唔過王武山還係堅持用傳統舞台戲做基礎，過來創新。王武山係大師李天祿嘅嫡傳弟子，20年前成立嘅3萬人舞台戲團，想辦法同客家文化感染舞台戲，也過希望去到好高度嘅我本新人嘅認識舞台戲，同時加入喺新人嘅生活當中，佢調會用到嘅語詞，安尼人會更有興趣。王武山唔單止希望嘅我本舞台戲藝術向下登見，而係對外拓展，而喺國外表演交流過多擺哦。舊日咧，韓體越南河內國際人工嘅藝術節得到嘅團體銀牌獎。辦下來以上上嘅套戲舞台，建議下注3萬人舞台劇團喺3級國手有一場表演。結合傳統舞台戲嘅舞台材料，團長王武山同樂團團員開始彩排。唱誰唱懂了的唱誰唱了的誰對唱。哎呦，看到一個洞哦，哎呦，還有看進去哇，誰來天數，來幫忙一下，好就抓我背，好抓背，1、2、3，哎呦，好的啦。新人呢準時來到發通中心，準備欣賞演出大幅影響。正式表演前，王武山用奇妙又神法的方式設計舞台戲，展現人工嘅上上下下又重新表演嘅神奇招式，來向新人呢。比如說隨便做一個動作是什麼？跑步啦，跑步有沒有？跑步哈，會不會跑太快？跑太快是怎樣？不是跌倒，會踢到頭，對不對？會踢到頭。那另外呢，這小小的布袋戲，甚至可以轉身空翻，可不可以？好，看老師會不會接到，好不好？好，看好，嘿，有沒有？謝謝，開始誰？現場聲音呢，聽的是客話嘅十股秋毛一股，演出口拍客話、河洛話翻譯，咁等來用，發跳有奇妙演出，弄到聲音呢下下太難。沒事，繼續飛。王武山喺演出當中，加倍簽到聲音嘅野花兒同想法，各屬露戲出無窮大富，加倍賺蠻多嘅小可，成功嘅搶到聲音嘅注意。這隻鳥是烏龜，我告訴你啊，烏龜啊是青色的，這隻鳥是黃色的。啊，我知道，黃色叫皮卡丘。哎呀，皮卡丘，尾巴是有閃電的，這隻沒有閃電，直，不是皮卡丘。哦，這不是皮卡丘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我知，這叫是 Hello Kitty。最好看的是那個武松在打老虎那段，很好看在他那個在睡覺的時候跌倒，好笑吧？對，非常好笑，好看啊！我覺得那個剛剛那兩個兄弟打鬥的情形很好玩。那你想要學布袋戲嗎？應該會想吧。這種梗哈，就會自己去日常生活去摸索嘛，因為呢種嘅東西哈，老師或者哪個師傅喺
他就教你念剧本、念脚本，他敢放就蛮念或者蛮东西。古时候你要抓住，比如小朋友的节奏会蛮该。当笑点，比如说皮卡丘啊，我在戏里面。是我在教学过程当中，小朋友会讲，是你在青葱皮卡丘，还在会，你讲教学相长嘛，还是会用到这些东西。王武山对过小4年生开始谈论步推戏大师李天禄的赖野陈锡凤同意，从此一屯步推戏有一改成的演，喺传统步推戏已经入没落嘅时代，王武山亦为起过小推广，本身人呢对步推戏留下深厚嘅印象，爱重要。我跟我师傅已经差40岁了，对啊，中间就断层很久。古时候还是会想，接着会想，迄讲某厉害小朋友，某些唔低的话，那种东西即使演再多都冇好，因为他们小时候没有这个印象嘛。古时候还是想，来小学其实推广作用非常的大，安样。唔单止向下担劲，希望点下新人嘅为家己步推戏嘅希望总结。王武山还对外交流，佢下摆去到国外表演、观摩、学习，每本国际人士体验无同样嘅台湾文化。我去越南，我就想我一天去用客家嘅山歌、平板嗰啲东西，用现场嘅。我想去看传统，古时候其他的没想去看台湾的传统，用这种想法去做，去把这个台湾的东西带给他们。古时候就其他的都亲戚团啊。你走过越多国家，你是会敌去改文化黑马改，你还亲从有诶，就是当你没有去国外，你就不知道去改的东西后，这是真的，所以多出去。今年9月，3万人步推戏团限喺越南河女蒙牛艺术节当中，团11国16个团队比赛，得到团体银牌奖。喺国之后有按站地位成绩，未为台湾争取光荣。虽然出国比赛有拿奖牌赚来，那还提一半。比较特别是奖金700多万，700多万，我准备拿来盖一个小剧场，来跟小朋友来我的剧场来看戏，对。但是越南币跟台湾就1比700啊，所以大概台币大概1000块左右吧。虽然奖金唔多，冇办法真实实现王武山的梦想，不过有梦一定站。王武山希望做得有意嘅小剧场，和本身人的行业员工的企业梦幻世界。就是国小4年级做2哈，2哈就变成一个职业嘛，那你就其实说是职业，还是要就是一直在学习。那你说变成有什么梦想？就是我刚才跟他讲的，说像有去改一个小剧场，那小朋友也可以来看，不只是看步推戏。我有收集一些小东西、小道具，甚至各国的偶的影片。还在规划，但是有这些材料啊，就像有一个空间可以演出，可以展览。人工的随书比划出戏戏，王武山落成步推戏20多年，功夫改成，对传统步推戏的未来也唔会改少，因为相信看到新人的笑容，就代表新人的家己到步推戏，在步推戏棚下仍然还有观众，就天初会有欢喜那天的笑声团掌声。